生命的献身，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祈祷，主伫这个神圣的时刻，伫礼拜中间，阮有要创立新的长老，设立所有的长老。阮的兄弟姊妹嘛要伫这个礼拜中间来誓约。阮接纳阮所选出来的结果，阮嘛要伫教会内底通过这个礼拜。彼此誓约，我要献阮家己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你所欢喜的。主求你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知影，阮着怎样成做一个会众，阮着怎样成做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互阮伫今仔这个礼拜来得到帮助。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恭恭敬敬将这个属灵的团队来设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共同来讲阿们。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伫主耶稣降生的日，互这间教会点到生命的蜡条，每一支蜡条拢是一份对主你的学乐，每一支蜡条拢是对阮心中的恳求。主求天父上帝你伫今仔日的盛会中来帮助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明白上帝你圣经的教示，互阮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帮助。我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咱的礼拜要设立新的长老，然后要创立新的长老，甲设立旧的遮的就任的长老。兄弟姊妹，我特别。要甲在座所有第一届加入这个中职团契的新的执事来甲恁鼓励，这个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时刻。咱正人伫教会内底受上帝拣选交托，无比这项代志更加神圣。所以初选的执事，愿今仔日的两句的圣经节会当帮助恁得到服侍的态度。第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尽咱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初选的中心。在座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份伫这个礼拜，我敢会当问你一句话：你敢无欢喜？互这间教会真侪你的教会，无论你有设立你的会籍伫这间教会无？你若欢喜，互这间教会真侪你的教会，愿这个礼拜真侪，咱做伙使用。因为今仔这个礼拜，毋是干那关于这个5个长老甲7个执事，毋是干那因12个人的代志。这个礼拜甲咱教会有关系。无论你有伫这个教会设立你的会籍，有伫这个教会无，你若对心中讲：主啊，我真爱这个教会，我欢喜伫这个教会。真做有担当、有侍奉、有责任，互相分享、担当这个教会的兴旺的人。愿咱做伙用敬拜的心来听下面这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今仔这个礼拜对这间教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教会设立中职的规矩，毋是今仔日才开始。自从犹太人的时阵。上帝就互摩西，又互以色列的百姓，因着设立有祭司的制度，有长老的制度，有陪伴的制度。所以换一句话，今仔日的希伯来书11章、12章第1节、第2节，伊讲：伫过去咱有真侪伫信仰的前辈，因是咱的见证，亲像伫空中的天使共款，伫云中围累咱。所以，正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就爱放落咱心中最无细正、无正确的罪，存忍耐心，往头前来跑走，独独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
这个设立的礼拜也好，这个封立的礼拜也好，这个誓约的礼拜也好，拢是要甲上帝讲：上帝，你掌管这间教会。阮的教会是有规矩，但是上帝，你是掌管设立这间教会的主。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听圣经的话。第一，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什么叫做誓约？什么叫做委身？委身的意思，伫圣经讲献家己做活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无应该干那是牧师有誓约，无应该干那长老有誓约，嘛无应该干那执事因有誓约。咱伫这个信仰的大家庭中间，自从开始咱投票迄个时刻开始，咱就是伫上帝的面前誓约讲。主啊，我手中所选的这个人，无论伊有受选，无论伊无受选，主，这拢是祈祷。阮将这个我的心意参与伫这份的祈祷的中间，上帝你家己来定着一个选举的结果。遐这恁有同意吗？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参与伫上帝的面前，咱明白一项事，毋是干那长老甲执事才有献身的问题，甲献身的责任。所听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咱拢有责任。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完，咱拢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无论我有受选，无论我无受选，这间教会的大小事，特别是上帝你的福音的代志，甲教会的清气、甲管理的代志，拢甲我有关系。主啊，愿意伫你的面前献关家己。那安尼献身是什么意思？所听的姊妹，咱来讲一个牧师，伊最大的品格，就是伊有真清楚知影伊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伊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献身是什么？献身就亲像咱顶礼拜，咱伫礼拜中间，牧师有邀请咱讲，伫感恩节的时阵，咱用什么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听？献身的动机，就是一个有感受到上帝伊的听，望着伊的内心。伊讲：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奴仆。主啊，我愿意互你用。主啊，我愿意亲像要进入耶路撒冷迄个中秋节，迄只互耶稣基督徛伫伊的身躯顶悬。圣经讲，一只驴仔囝。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的誓约的礼拜、封立的礼拜，毋是对今仔日才开始，是对咱逐礼拜的开始前的礼拜，包括顶礼拜的感恩节，咱要回应主的听讲：主啊，我伫遮，请你采用我。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如果你毋是伫这12个中级的名单的人，我敢会当邀请你，毋通用看戏的态度来参加这间教会。真侪看戏的人伫教会会友，就亲像咧看戏。教会若表现好，伊就甲拍拖啊，赞。教会若表现了无好，咱就伫背后甲发。较差的啦，做甲安尼，哩哩啦啦啦，袂堪得啦，你来啦！兄弟姊妹，咱伫这间教会，毋是咧看好戏，咱伫这间教会是咧回应讲：主啊，我要同心合意，伫这间教会内底大事小事有分，伫上帝你的交通，各尽其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顶礼拜所讲的这个经文，你还佫会记得吗？伊讲感恩是什么？感恩就是将你的奉献献给上帝。感恩是出于人对上帝回应讲：主啊，我愿意。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要用什么来报答咱的上帝？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我要同齐将这12个中职，我要将因放伫我的祈祷的祭坛。也再注意听这句话，兄弟姊妹，意思就是对今仔日开始，你等一个若有接纳这个誓约，请你将牧师甲这12个中职放伫你逐日的祈祷大道的中间。也这你敢愿意用祈祷来帮助牧师？你敢愿意
用祈祷来帮助咱的中心。咱的中心有新开始的人，因敢若听到要聚会，就骹皮皮喘。所以，弟姊妹，中级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敢若聚会。中级的使命，若敢若是敢若聚会尔定，就亲像牧师，啥物工作拢免做，出一支喙就好啊，敢若讲道。兄弟姊妹，咱伫即间教会中间，咱需要用听、用祈祷，咱同心合作。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收掉是一个极其阳光的代志。我嘛要甲兄弟姊妹讲，恁伫即间教会，其实恁是一个足幸福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我毋知恁有感觉有啥物了不起嘛？啊，即间草地教会，我伫即个所在，伊敢有啥物了不起？是伊无啥物了不起，但是即间教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帮助兄弟姊妹享受做礼拜。即间教会有一个动机，就是欢喜邀请兄弟姊妹享受读到圣经的欢喜。即间教会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即间教会享受基督的帮助。有一日我会离开，恁若少年做牧师，恁免甲我叫倒转来。空中要有咱教会的录影。就是拜三的祈祷会，咱中间有真侪人无法度参加拜三的祈祷会，因为咱真无闲，因为咱上班，因为咱拄下班。但是这间教会希望的就是兄弟姊妹当享受做礼拜，兄弟姊妹当享受查经，兄弟姊妹当享受祈祷，伫上帝的圣殿的中间，大家拢得到帮助。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拢有份。设施这间教会若有帮助到人，咱每一个人拢有做着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伫台前、伫台骹，咱每一个人拢甲上帝讲：主，我欢喜接纳这个誓约的礼拜。这是我心中使命的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甲上帝讲：我愿意。对今仔日我无过再是为着我家己。今仔日我伫这个教会中间，我要真做一个有帮助的会友，我要真做一个有帮助的兄弟甲姊妹。我要伫这间教会中间，真做一个为主来活的兄弟的基督徒。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过去咱的历代的圣徒，因留落真侪真水的脚印伫咱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今仔日的圣经最重要，毋是干那咧解说什么叫做献罪活祭。今仔日的圣经最重要，就是咧甲咱讲，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个献身的机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献身的应该爱有的态度。那你要问上帝讲：上帝，我应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我做基督徒的责任？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圣经有真侪教示咱讲，什么叫做献身的态度。大卫伫伊的诗篇16篇中间讲一句真水的话，伊讲：我将耶和华常常摆伫我的面前，我将上帝摆伫我的面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有两句话。第一，常常，常常的意思就是持续将上帝放伫我的心内。古早人讲夜头三笑有什么？兄弟姊妹，你的上帝敢有伫你的头壳顶？你的上帝敢有伫你的心内？上帝伫你的心中敢有地位？上帝伫你的面前敢有重要？今仔这句话的意思是持续，互上帝伫你的心内出现，互上帝伫你的心内真做上重要的地位。5章了，7个节数，这句话一定要背起来。
因为你要担当这个职分的时阵，你要知你是甲上帝放伫你的心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上帝放伫咱的心内是什么意思？互上帝伫咱的心中，伊来做咱心思意念的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另外一句就是今仔日的旧约申命记，伊讲：恁着，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伊的意思，这两个字，恁着尽，着尽这个字叫做别苦的意思就是来自于完整的什么？你的想法、你的感情、你的意志。而且讲尽心、尽性、尽意，就是这个意思。咱做任何代志是出自圣经讲，对，迄个字叫做买的意思就是讲愿意，我买甲台湾话意思足同。我买，我是什么？是出自我一个真心完整的心意讲，主，我要做第一名的长老。第一名的长老，毋是敢出去一个嘴；第一名的长老嘛，毋是甲牧师管我行服。第一名的长老就是真正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甲上帝讲：主啊，假使我照你的规矩甲旨意来治理你的教会，兄弟，你买嘛？你要出自一个专心专意讲：主啊，我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要做长老之前，爱先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要做执事，嘛爱先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个伫上帝面前讲：主，我虽然无把握，我有气力；无把握，我有能力。主啊，甚至我若想到后礼拜我要聚会。我心内就起起落落，有真多会动荡。我上帝祝福你，会惊就好啦。因为会惊表示咱对心中有敬畏这个工作。愿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个中心，互恁伫侍奉的中间来大汉。愿上帝祝福所有的中心，伫侍奉的中间。来享受上帝伫恁生命中间极其荣耀的恩乐，互你知，你接纳伊的交代，是一个真受祝福的工作。愿咱对圣经的话讲，我要别苦，我要全然用清气的心来侍奉，来听我的天顶的上帝。所以第二，我要跟兄弟姊妹分享，讲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有第二个真要紧的信息。这个信息讲理所当然的服侍。这句话真简单，因为人拢感觉我所做的代志是对的，是理所当然。但是保罗伫这个所在，伊讲这句话讲：亲爱兄弟姊妹，我用上帝的怜悯来考考恁。献家己的身躯做活祭，毋是甲咱身躯。这个身躯的意思就是奉献你完全的人，你的生命，才做活祭。过落去，保罗讲，这种的献身，这种的奉献是什么？是我的，有活命的。第二是圣洁的。第三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兄弟姊妹，白话字的圣经该翻译做是心灵的服侍。伫圣经翻译中文的圣经，你来看你和本的圣经，伊翻译是理所当然的服侍，理所当然。伊用理所当然这个字，其实理所当然这个字伫圣经的中间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合理的 （reasonable）， 英语讲合情合理的服侍。但是圣经的原文希腊语叫做 logia，logia 这个意思就是合伫上帝的话人。所以台湾话罗马
拼音的巴克利牧师，伊家翻做心灵的服侍，意思就是一个神圣合伫圣经原则的服侍。服侍的意思就是礼拜。牧师，我甲恁解说过这个话：你们如此敬拜，你们如此服侍，咱伫这间教会做会友，不是做会友啦，兄弟姊妹，嘛不是做 club 的会友啦，不是啦。咱伫这个所在做会是咧做啥？咧敬拜上帝。所以咱的礼拜每一个程序拢有伊的意思，不是戆戆啊举香对拜啊。咱教会的人这个祈祷了后，第一个站起来，咱吟诗的时候，咱第一个咱站起来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有无？创造天地的主。信仰告别是什么意思？就是讲，阮这群人是欢欢喜喜对逐所在做伙组织来伫这个礼拜当中间。阮恭恭敬敬徛伫这个所在，阮甲天顶的上帝讲：你是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阮是属于你的百姓，阮做伙来遮做礼拜。兄弟姊妹，做礼拜是这个意思啦。做礼拜的意思就是阮宣告讲，上帝是我的上帝。宣告的意思，礼拜的意思就是讲，阮这群人是基督徒，阮做伙做礼拜。伫庄头、庄尾，大家看到一群人伫礼拜日。穿西装，穿水水，开水车对外面之外，因到底看到啥？因会去想到啥？因会去想到有一群人，因逐礼拜拢静静行入去得当教会。但是兄弟姊妹，咱的礼拜敢有伫这个社区内底造成影响力？咱的礼拜敢有产生见证？兄弟姊妹，有，一定有，嘛要有。求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将这句理所当然的服事，这就是中文的翻译啦。中文的翻译讲，用你的身躯做活祭，爱用清气上的想法，爱用清气上的品格，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因为恁安尼服侍，因为恁安尼敬拜，是咪理所当然？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你的你，我的你，是倒来到上帝的中间。咱多少个礼拜，咱的头前这个道叫做圣餐道，差不多逐礼拜拢是用圣经放伫迄个中间最中心。迄是摆饰吗？迄是装饰品吗？那用圣经做装饰品，敢无比今仔头前这盆花较水咧？敢有这盆花较水啊？但是为什么咱逐礼拜也无摆圣餐的时阵，咱拢将圣经放伫这个中间？兄弟姊妹，迄是咧提醒兄弟姊妹讲，这间教会所有的原则是对这本册发出，也这你同意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讲，主，互你的你。做我的你，互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前的光。兄弟姊妹，恁阿们嘛？愿天父上帝帮助，互讲的、听的，拢平平照安尼遵守来做。咱通常讲，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祝福。但是今仔日咱甲讲，互讲的、听的，拢平平照安尼来做。恁阿们嘛？愿主甲咱三合弟弟，因为咱安尼做礼拜是理所当然的。拄则我甲咱解说，理所当然这个字，伊的原文圣经的起初写起来是用希腊文写，伊的字叫做 logos。logos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logos。logos 的字伫希腊语叫做话啦，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打折，因为上帝无亲自讲话，所以 logos 这个字本身就是上帝的话，所以理所当然这个字应该爱了解的是上帝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无论你安怎经过什么种的翻译，兄弟姊妹，这间教会所主张的原则就是上帝的话是原则。
西方为什么比亚洲较早发达？因为西方较早比东方的亚洲、比非洲较早得到普遍的福音的造就。所以西方有一句话是对这句 logos 来，你捌听过逻辑无？logic 英语讲逻辑性的思考，人是有一个理性，人是有一个逻辑性的思考。这个字 logic 其实就是 logos， 因为这个圣经停留在亚洲的地区足久，所以只有亚洲的所有的人民甲文化受到这种逻辑性的思想有足大的影响。我唔敢讲西方的逻辑哲学是赢过全世界其他，包括印度、包括中国的这个逻辑思考，我唔敢安尼讲。但是上帝福音停留在欧洲，带来真多逻辑性的反省。原因理由伫什么所在？因为上帝话本身，伊就是用真理、逻辑、logos 做基础。既然尊敬上帝的话，既然相信上帝的话，既然欢喜上帝的话，真做伊的主张的人，伊一定会得到祝福。不但伊得到祝福，到伊的囡仔，这个时代有真侪人想袂通，看袂清楚，袂了解无明白，为什么？因为咱欠过智慧的灵，咱欠过知识的灵，咱欠过妖坏灵踮伫咱的内底。原主伫今仔日个礼拜对你讲话，听什么人讲话才对咧？今仔这个时代各说各话，几乎根本无是非啊！只要有势力的人，伊讲话好亲像就是对的，大声的人好亲像就赢的。兄弟，一个基督徒唔是安尼。如果一群人拢讲 yes， 但是你若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知影讲因咧讲这个主张是唔对的。就算做我是一个人，我嘛敢讲因咧讲的话是唔对的。在真理的面前，虽然我敢若一个人，但是圣经若是安尼主张，我嘛是安尼主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理解、咱接受，唔是人多人少。所以我一句话，牧师的意思就是讲，民主的制度无一定是真理的制度，但是民主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因为是经过参详，伊是经过大家同意、多数人的决定。但是伊唔是 perfect 完全的制度。完全的制度就是真理的制度，是由上帝伊所讲的话发光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咱第一个使徒约翰甲彼得因讲，是听正人的话较好，还是听上帝的话？一个上帝的教会一定爱主张讲，上帝所讲的话合不合理？恁家己想。做礼拜听了变成一篇讲道，有人同意，有人无同意，恁家己想。然后上帝伊亲自通过一个礼拜圣殿的中间所讲的话，你的心中信心帮助你。今仔写这个所在最后一句话讲：恁家己想看卖啊！愿天父上帝帮助，亲爱兄弟姊妹。逐摆咱做礼拜的时，咱毋是听到牧师大声细声话，伫礼拜中间咱听到弦外之音。你知弦外之音代表什么话？弦外之音就是讲牧师真力咧解说圣经，但是更加要紧，上帝的圣心会伫背后补充。弦外之音的意思就是伫你心内，你若有清气的心，若有圣心，甲你三甲伫地，你就会当判断什么人讲的话是对。愿主怜悯。牧师要做礼拜讲道之前，我一定有一个动作，我一定有一个动作。
我毋是甲恁表演互恁看，是我要徛这个讲台之前，我会甲恁，我家己讲，主啊，约束我今仔日的话，不是情绪勒索。主啊，约束我的心思意念，我无伫这个所在用我的情绪来讲你生气的话。兄弟姊妹，愿恁拢安尼，好吧？主啊，帮助我用耶稣的心来听，无使用安尼，安尼用安尼。求天父上帝帮助恁真做一个听讲道的明白的。邱雄老师伊的妈妈无受过教育的一个传统的台湾福建人。自从伊踏入来礼拜堂了后，邱雄老师问伊讲：“妈妈，你敢听有牧师咧讲道？”哇，我听有。牧师口才好吗？牧师甲我讲道吗？牧师讲的讲道简单吗？毋是，是因为邱雄的妈妈欢喜接纳耶稣，所以当伊进入上帝圣殿的时阵，伊就听到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誓约，咱甲上帝摆伫这个圣殿中间。主愿点着这个蜡条，代表一份的祈祷，代表仰望的光。主愿代表这个蜡条，代表信心的光。阮点着这个蜡条，代表主爱怜悯的光。主愿点着这个中这个紫色的这个蜡条，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最中心掌权。主帮助咱的教会学习谦卑。虚字的意思就是讲，主啊，今仔日这个主人道，主人若无请你去坐主人道，你唔通去坐主人道。伫教会中间，这个主人道是啥物人坐伫遮？都咱的耶稣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教会中间，虚字的意思是伫遮，唔是伫遐，是伫遮。主啊，伫我的心内，我有真侪主张，但是牧师今仔日甲我提醒讲，唔通计较，将我的主张提出来放伫边啊。主啊，请你入来。或者你愿意安尼做，安尼学习信仰吗？主啊，我将我的主张暂时放伫一边。主啊，请你入来。光若来，啥物离开？黑暗就离开。真理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自由。我做未来，我无愿意做。然后上帝真理的灵进入你的心，你无做就困难。为什么？你一定会不安。圣经讲，上帝的灵刺察人的心，上帝宽免人的良心。互人会坐袂牢，互人会对心内有焦虑。我得罪天，我得罪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虚实服侍，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设立分别这性的礼仪，互咱伫下面的礼拜的听书，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将下面的誓约、奉立到设立，我拢交伫主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圣心来主持，用你的油，用你的神来充满，要伫你的面前接受这份的阮的同工。愿伫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邀请恳求圣神来降临，同心祈祷讲，阿们。